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3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在今日下晡，气象局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8日的时阵影响上剧烈，请花莲台东以及南部地区的民众爱注意。军公告年改实现案件已经出来啊，大法官认定退休了后转去私立大学教册，停领退休金是违反平等权。国安局走私混的案件，今日也甲9名国安人员起诉，以及着4名华航人员。新闻一开始，咱做伙来关心气象的代志。气象局在今日下晡发布了风台白鹿的陆上警报，警戒范围是包括着花莲、台东、高雄甲屏东，而且风台强度是一直直的变强，风台的中心点真有可能会行对花莲以南甲巴士海峡之间。上见伫咧拜六透早时阵，暴风圈啊会近挖着陆地，花莲、台东以及南部地区民众要注意大风雨。白鹿风台接近，台东县的富冈海堡已经有灯影出现。海巡一山大队下晡开始伫台东县甲绿岛南苏海岸求其封锁线，不过也是游客想要进入台东市海滨公园海岸看海。为避免造成危安，请您配合并立即离开现场。白鹿风台伫尾暗已经到台东东南方海面上530公里，刺激风、暴风半径110公里，强度也有增强的现象。气象局伫下晡2点半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警戒范围花莲、台东、高雄、屏东地区。我们预估它的暴风圈在明天清晨就会影响到我们东南部的近海，在明天上午的时候也会开始接触到我们陆地哦。明天就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拜六是风台影响台湾上厉害的时间，华东地区、南部山区落雨甚至有机会到大水河等级。随着风台慢慢接近台湾西北部局部地区，雨势也增强。那礼拜天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降雨范围还增加了，我们的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在可能嘉义、云林、嘉义以南的地方，可能也会有相当明显的雨势。要到礼拜天下半天我们台湾才可能完全逐渐脱离它的整个台风的这个云系的影响。专家分析，白鹿风台接近台湾是因为地形影响，路线有调整的空间。北边的太平洋高压势力也继续影响风台路线。目前资料显示，风台有70%的机会为花莲以南甲巴士海峡之间登陆，请大家做好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北京侦办国安局走私混的案件，在今仔日检察官也用着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的罪名，起诉吴宗宪、张兴嘉等9名国安人员，以及着4名华航人员。总统府也讲尊重司法，也爱相关的人员会记着一摆假时。经过个月调查，台北地检署侦办国安私混案第23头一波侦查终结，认定国安局小校吴宗宪、张兴嘉等人以及华航空品处前副总区中信、协理吴瑶、代理组长黄传金等人涉犯贪污罪。若是总统府甲司办上司刘存章等人是违反税关课定法，总共有13个人依法被起诉。华航公司的黄圈珍，他在提供免税烟品的价目表给吴圈县之后，有无权限呢，他就发放到总统府侍卫室各单位，而且他也张贴在亲友的群组。另一方面呢，华航公司的邱圈信、于圈还有黄圈珍，也对免税烟品的订购数量完全不设限。这个案件是总统蔡英文7月2日结束出国访问友邦之旅，拄则回国无偌久，立委黄国昌就触破国安局小校是为官吴宗宪利用执行总统选举任务走私9800条分。台北地检署成立专案小组做调查，调查了后发现，华航这个总共卖出10009条分，其中伫咧台北关闸口的9797条免税分，是由吴宗宪为亲戚朋友甲受卫生人员等73个人注文9200条，再搁含其他3个人伫选举顶
悬，高买500到17条，而且依照现阶段的证据显示，免税品无上分轮机是违规伫机边交汇的方式，这是源自2016年3月前总统马英九的救案专案。检察官也讯问了当时总统府侍卫室负责九安专案这一次出访任务的总统府侍卫室行政参谋王朝宇，证实这一次的专案确实有违规机边交货的方式，本署会另外进行侦办。对头一波私分案侦查终结，华航嘛发出新闻稿表示，就本案起诉4名当事人，华航感觉真痛心甲遗憾，造成各界纷扰，嘛甲社会大众会失礼。未来会建立专机免税品数量管控机制，确实伫航机的空间载重等各项限制内进行免税品的装载，袂伫咧机边交付驻运免税品，并且会改善内部稽查和内控制度。总统府是表示尊重司法，并且相关的人员会给予教训，彻底杜绝违法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政治的消息。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因三个人总算在今仔日公开做伙出现啊！因三个人伫镜头前来公开握手。郭台铭也表达讲，为着要固守着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决心，是永远袂改变的。郭文哲也讲，2020年爱有希望的组合出来战。好，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会议要现场进行。纪念北二山炮战的音乐会，郭国王做伙讲台，郭王两个人穿蓝色的西装，配郭文哲白色的鞋子，表达南北合作的意思正当。这位是安排郭台铭坐伫中央，郭王坐伫因两边。啊，不过，互人真碍叫的是，正后边的国民党议员也讲诚信至上，记住郭文哲的牌仔，甲郭党来画声。落尾三个人伫台顶翕相，阁有台湾国的成员来闹场，随即有人来甲插离开。郭国王伫战机头前做伙翕相，头起身郭文哲徛中央，落尾阁改做郭台铭徛伫中央的主位。三个人对媒体镜头分别比赞的手势，落尾阁手搭手，三个人爱做伙，那就是咧宣布讲郭国王的革命就要成啊！谢谢台北市董事长的邀请，参加823这个61周年的纪念活动。我郭台铭在此宣誓，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决心永不改变。郭台铭大动作表示，真大声话讲要保卫中华民国。台北市长郭文哲嘛讲要互2020伫收分甲加协以外有另外一个希望的选项。王金平讲爱照因缘来行，三个人讲的话，那就是要替2020参选做一个准备。是有另外一个选项，它是希望。谁是希望？3个人会不会是希望？论述还是要架构，团队还是要组织，磨合还是要做的。你会成为希望还是帮助希望？为了台湾好，然后也没有去计较什么东西，这样这个合作才容易成功。未来会不会再继续来谈政治，找个机会再合作？以后看看一年怎么样再说嘛。我一直强调，一切还是随着一年走。郭国王做伙讲台，2020郭国王的新势力，敢是会变做哪力以外的第三条路？任何的一举一动，拢会影响到哪力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郭国王三人透早做伙出现，敢代表着国民党党内整合无希望咧。高雄市长韩国瑜今日接受到媒体访问，说唔愿意加讲啥，用多谢来回应。连到讲到国家机器伫咧甲监控，说是来回击总统蔡英文，讲伊是袂记家己讲过什么款的话。视察第17线工程，啊，毋过环路风台北来，高雄市长韩国瑜决定要留伫高雄，宣布取消台中造势的行程。这样6日还会去台中吗？我不会的，我会留守高雄。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韩国瑜强调讲，防灾防台列作第一任务，嘛讲到农产品的损害要安怎对应，才会当顾到农民甲消费者。除了讲市政以外，佮讲甲蔡总统去，讲蔡英文袂记哩家己8年进前所讲过的话。请蔡英文总统自己去回忆一下，他要求当时执政的马英九总统有没有随便使用、滥用国家机器，有没有责任跟义务出来说明？这是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同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除了回击民进党讲的话，啊，毋过针对郭国王做伙讲台，传出讲郭台铭要报备参选，同款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的韩国瑜说无愿意加讲啥，颠倒是竞选总部发声明呼吁纪念回归纪念，那是因为政治选战的原因，忽唔到纪念的重点是对历史的大不敬。可是如果单一选区说又提名了
韩国瑜同志竞选总统，那又报备核准，我觉得要伤脑筋一下。国民党面对整合的问题，国政国文团提出的韩国瑜第一个政见要重启核数，嘛受到共党新北市长侯友宜的质疑，而且呼吁党甲环保团体嘛强力来回应。他们跳出来排山倒海的来，铺天盖地来批评我们这里那里，甚至有立法委员说对张善政非常的伤心失望等等等的，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们其实现在非常的心急，因为我们的确是点出了现在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弱点。侯友宜直接讲，重新启动核数是假议题，张善政认为是民进党挑故意暗砍造成错误的印象，若是事先知影侯友宜有疑虑，嘛真愿意来去甲伊解说，互伊更较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到金门参加823炮战61年的纪念仪式，也考虑到前总统马英九，因两个人出来握手。不过马英九呼吁讲，赶紧来接受9·2共识。总统蔡英文也回应讲，将来若无排斥甲中国来往，只不过是爱坐落来讲。专港路车拍招呼，总统蔡英文伫金门当着带学生来参访的前总统马英九，前后任总统见面气氛真好，握手开讲。两个人拢是为着纪念823炮战61周年来到金门。蔡总统嘛向勇敢殉国的将士念香献花表达哀悼，强调若是无当年的奋战，就无今仔日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台湾。当我们纪念823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823的精神。那我们要守护中华民国台湾，我们一步都不会退让。若是针对前总统马英九呼吁执政党赶紧接受9·2共识，开放两岸交流，蔡英文也回应讲，自本就无排斥和中国相交叉，但是面对中国要将一国两制硬加伫咧台湾的身上，就必须要将咱的意志结合起来。我们从来没有排斥跟中国所谓的打交道了哈，那我们也很愿意跟中国坐下来谈哈。不过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情势是，中国要把1国2制强加在台湾的身上，那我们就必须把台湾人的意志凝结起来，那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国防来强化我们的信心，确保这个台海的和平。蔡英文强调和平需要国防，因为最近美国批准配合台湾 F-16V 战机，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各台办甚至讲批评民进党真无廉体，伊嘛认为这是中国失言，加强自我防御能力是真正常的代志。期待中国会当做一个好厝边，对中国有可能和缩小三通。蔡英文嘛呼吁，这是两岸往来真重要的管道，卖遐凊彩就停止。对即马中国客缩减冲击到旅游业，政府嘛提供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军公告年改的实现案，在今仔日大法官也做出了解说，其中包括着过去被当准算、甲信赖保护原则，以及着比例原则，拢符合宪法。只有退休的军公告，专去私立大学教册停领退休金，不准领双倍薪水规定，是违反平等权，宣告违反宪法，相关的条文自今开始失效。军公告年改修宪案8月23结果出来啊，大法官分别对军公告年改案做解说，宣告3案大部分符合宪法，敢若伫退休军公告人员转任私立大学专职了后，停领退休金的部分认定违反宪法。禁止这个退休人员在任学校教职人员，那么领有一定金额的这些条文呢，大法官都宣告认为与宪法保障平等权之意志有违。这个宪宪案违宪的部分，包括规定军公告退休专任私立大专教职必须要停领退休金。大法官认定有违反宪法保障平等权，虽无效。另外，军公告退休人员上关心的调降退休金，还佫取消18%犹太定存。敢是违反法律的无溯及过往、信赖保护原则，还佫有比例原则。大法官虽然认同军公告信赖利益，毋过要考虑国家整体资源，相关机关应该要伫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累积到一定的100%的时阵，适当的来调整。针对军公告人员所提出的暂停处分，是全部来驳回。人口结构老化、退出、给予持续增加的费用都有少子化后的下一代来负荷的情形。上该法律呢，在作为调整的时候呢，已经有相当的减缓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哈。那么所以呢，跟这个比例原则并没有
违背哈。大法官强调讲，因为人口结构老化，佮加上少子化，退户基金拄2011年开始无够用，可能会伫2020年用了。政府为着要维护退户基金，所以来适当调降退休金有伊的正当性。因为这件涉黑案是立委提出来的，所以即马该说文出来啊，嘛适合用伫咧所有军公告退休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苗栗第13架线，昨暗有人发现讲，有一对石虎母仔囝，又就是山料麻，互车来搞死。另外，伫苗栗104线加第61线也发生了2件，是一礼拜来发生3件互车搞死意外。苗栗县农业处也表示讲，已经伫咧协调改善道路环境，也呼吁中央要有专门的单位来负责协调。日暗暝有民众通报，石虎母仔囝伫咧第13架线做桥这边互车弄掉，即工透暝到处理。苗栗县当局处表示，这个路段总共发生过4件石虎互车弄死，道路设计有可能是原因。个人的认为是防护网应该是那条路应该是不够了。如果假如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香港去导引，那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会再存在。8月2日，到南下苗104线嘛通报大只的石虎刚被落雪，佮再加上17日第61线赤道行路南匝道口办车道被落雪的石虎，一礼拜就有3件。算算咧，今年1月到7月，干那苗104线19.4至25.5公里的所在，就发生6件落雪。第13架线1件，苗29线1件。除了这3大热区，后人造桥东路的新冠乡道总共有9件。苗栗县当局处表示，落雪石虎数的增加的原因，佫在了解，但是针对苗104线变成全台湾弄死上侪石虎的公路已经在改善。会成立基金，卖协调水利、公路和地方政府的下局处石虎专职单位。增加了这个乡函应该要做的，包括防务要做的是针对石虎的这个区域都有保障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由中央要定一个石虎保育基金，统一来付？石虎保育团体指出，今年石虎定来互车弄死，其实和车地被破坏有关系。比如说像基地被开发，然后导致它一定要移动嘛，保护住石虎的话，其实你保护住的东西有很多。整体目前弄死上侪石虎的苗104线，未来林部局会补助苗栗县政府设车辆减速的大型 LED 路煞警示牌，以及动物光学仪器，互石虎较慢通过公路。苗栗县政府嘛开始进行热区的生态检测，希望会当建立参考数据，作为日后公共工程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国立一级美术馆彩绘列车20个时阵才拄点放看尔，却因为这个石虎，也就是山鸟麻，画家盖上灰白，引起了争议。另外，也有人逼出来讲，这个图自头至尾就不是设计师家己来创作的，是买别人的美工图库。设计团队甲管理单位未免受过限。移动的美术馆驶伫咧一级之线，国立一级美术馆彩绘列车21公开，先是有石虎参像灰白，尾啊，阁有使用空气热点体牵涉到清悬，还阁加开钱买版权。设计师23半暝1点外亲身出面，承认石虎的图是伊买来的。我们购买了很多的一个版本，然后我一直想要简洁的，然后跟车厢很搭的一个形式这样子，所以最后我选的这一个款式，在很多的细节上面没有把关到，然后我真的是很抱歉。直播当中，设计师承认无严格把关，拄头先对我讲是伊的设计，强调是解说了无清楚，图毋是原创，但是整体设计是团队所想的。小电视的风波，伊伫直播的时阵也在3会室内接受电话访问的时表示，伊无违反创作原则，嘛无侵权行为，会室内是因为引起误解。对于不了解，就是可能这个过程的人会有些误会，那确实是我也很愿意改进我做这个决定的，所以如果说造成社会任何的，比如说是风波或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是很抱歉的。观光局开300万的彩绘列车，拄则上路3港道画地不断。负责这个案的日月潭风景管理处表示，石虎美图并无违反契约，但是引发种种的争议，日后会更加严格把关。我们当初也没有契约，也没有要求说所有的图像一定要原创这样子，原则上是会以修整调整的方式，这样子。观光局表示，已经完成的2只车厢修改所产生的费用，原则上会要求厂商负责。目前调向定位调整，设计师也表示，修改了后的图会如期伫9月底上线。记
记者综合报道。当讲事出必有因，一定是做代志无够认真。台塑伫苗栗六轻大化山枪，在今仔日4月初7的时阵，因为石油气管线闭气，引起了爆炸。虽然是无人来伤亡，不过也造成附近人家厝以及着让渔业来受伤。婚姻地检署今仔日对这个姓郭枪店连7人来提起公诉。检方指出，起崩当天，透早巡检人员就发现管线闭气，随即通报。姓郭厂长却干那无来加强巡逻，也无随来压水，却因为这个线路的问题无随来禁掉，也因为姓郭厂长等7个人当期拢无伫咧保养甲修理，才互迄个石油管豆豆爆气，因为制裁袂掉，才发生这场爆炸意外。苗栗县长徐耀昌被指控着伫头份做店长的时阵，互一个厂商会当处理废土的证明，讲是厂商伫咧交结，互因好处。在2013年1审的时阵，依照着多例罪判刑9年。台湾高等法院2审的时阵，却改判无罪。检察官讲会使上诉。徐耀昌也批评讲1审的时阵是伫咧乱判。苗栗县长徐耀昌被控做头份店长期间，未契托证明独立厂商。2013年台北地院1审以贪污治罪条例独立罪，判以9年徒刑，700公罚6年。23号高院2审宣判，撤销原判决，改判无罪。原判决撤销，改判决徐耀昌无罪，对外贩售牟利，就认为头份镇公所公务员在承办的时候具有图利的认识。徐耀昌真侪摆表明清白，高院指出，过去起赌场申请无简单，本所场问题严重，有不少业者私自被起土证明独立。高院指出，大分店公所当时宣同意业者申请同意进土，也函请苗栗县环保局依照县府指示办理，及时查核，无违法代志，并因为业者家己被起土证明无理，都推论公务员无理配合。22年来这个给我们的生活的压力真的。很大，今天能够还我一个清白啊！说实在的，我们没见一颗米沙，没有去拿人1毛钱，更没有去跟人家喝过花酒，吃过一顿饭。面对判决结果，徐耀昌是真感慨，批评1审是乌龙判决，互伊都对台湾司法心灰意冷。伊讲独立甲为民服务是一线之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风景。咱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势。在今仔日会议顶起的人士也发起游行，希望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不过，煞有查某的示威者出面来指控，讲伊伫咧放拘留的时阵，互查某警察来敲身躯，而且要求爱烫光光敲。另外，伫拜六的时阵，也有关动游行，以及着网友发起要挑故意起起机场交通。不过，机管局又呼吁民众讲，莫去机场乱。会计界人士趁着中昼休困时间，挂着喙暗，点点游行。香港反送中运动意向目标帮政治的会计界，伫回归后第一摆上街路，希望政府回应民間五大訴求。就係我哋嘅經濟呢，亦都受到好多有形或者無形之手嘅干預。我希望香港繼續走落去，都係一個全世界最自由，亦都講法治嘅城市。參加遊行的會計師表示，希望香港也是法治社會。不過最近反送中示威活動引發警民衝突，真濟人被掠，有女性示威者出面投訴，伊伫警署拘留期間被女警強迫無穿衫、翹身軀、綁大腿，認為是警方故意凌遲。喺搜針期間，我嘗試用我雙手保護住我重要嘅部位。咁期間女警咧用支筆去打我嘅手，係要求我放開隻手。警察搜身係有必要。如果被捕人士咧認為喺被羈留期間咧受到任何唔合理嘅對待咧，可以向投訴警察課作出投訴。不止警方甲民眾關係緊張，反送中示威也影響業界。伫港龍航空工作17年，港龍空勤支援協會主席是安娜，20號向被視透露，公司表示未透露原因，以前為證明現屆是工會意見領袖有關係。你點樣去逃避中國民航局佢嘅施壓？公司究竟可以退到去邊一度咧？其實
我哋從來冇諗過放棄呢間公司，但係好可惜公司放棄咗我。先那要求高雄撤回該國決定停止白色恐怖，不過即馬抗議活動依然咧繼續。23號暗時網友發起香港之路，號召大家手牽手，強調超過40公里的進展，呼籲國際關注。24有關橫遊行，各網友發起測試機場交通甲禮塔活動。對此，機關局將臨時禁制令申請延期，法定23號批准延長。警方也呼籲民眾唔通妨害機場運作，以免違法。記者綜合報道。2020年，美國總統要來拼因總統大選的連任，川普也在這個民調顯示內面講，伊的支持度敢若有36%，無滿意度煞有62%。因根據調查的資料來顯示講，大多數的選民是認同伊的經濟政策，不過無愛伊分化議題這款溝通方式。經過一系列政治風波，目前對中國貿易戰無變好的狀況，美國總統川普尋求連任，狀況若像無啥樂觀。根據美聯社美國民意研究所公共事務研究中心上新的民調，62%的美國民眾無滿意川普的表現，支持率敢若36%，創下今年1月份以來上低一屆紀錄。Omar has a history of launching vicious anti-Semitic screeds. 這位民調實施的期間，落在咧德州甲俄亥俄州，小連發生兩件真大槍擊案了後，川普雖然真緊就做出反應，不過對關制性的立場也是無確定。民調結果顯示，戰鬥的立場強烈影響到對川普的看法。要8成共和黨的人認同川普整體的表現，2成無認同。民主黨的人是以94%壓倒性的比率無認同川普的表現。不過值得別人注意的是，無認為家己算是民主還是共和兩黨的獨立選民，所以有65%無滿意川普所做的代誌。Real warning sign potentially for this president, though, is independence. If you look at those numbers, just 31% of independents approve of his job performance. So somebody had to do it. I am the chosen one. Somebody had to do it. So I'm taking on China. I'm taking on China on trade. 就算貿易戰造成市場緊張，引起大家爭議，不過川普在經濟方面的表現算是滿意度上懸的類別，有達到46%。But that overall concerns about this president's character, the way he communicates, the way he tends to be divisive on some issues, really outweighs any benefit or that they're seeing from the economy. 這屆民調數字對想要連任的總統來講是有淡薄危險。川普上任以來，美聯社民調的支持度攏佇咧32%到42%之間。2020美國大選還有14個月，無論情勢敢是會改變，會當確定的是，川普會面對真大的挑戰。記者綜合報道。在印尼有一個省叫做 West Papua， 因為學生是迫害印尼國旗，所以軍警用話來甲侮辱，而且因用暴力的方式把這學生抓起來，也引起眾人討論到脫離印尼要獨立的問題。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態度冷冷，22迄天也親身出來回應人民。巴布亞納比雷地方議會頭前，愈來愈濟巴布亞人來遮，有人開始彈石頭啊，甚至講和軍警發生衝突。幾大港的抗議規模對上大省的100人，到後來有幾千人，要求使巴布亞省脫離印尼獨立。印尼總統佐科維19發生面會時咧，22親身出面。Situasi sudah berjalan normal kembali untuk menindak secara hukum tindakan diskriminasi ras dan etnis. Saya juga akan mengundang para tokoh dari Papua dan Papua Barat percepatan kesejahteraan di tanah Papua. 第二只大街道真生氣的巴布亞人對抗議巴布亞學生被粗魯侮辱逮捕，進一步將爭取各大黨的獨立公道議題搬出來。Kepolisian dalam ini, rezim Jokowi JK segera menangkap militer yang terlibat saat mengatakan rasis terhadap kawan-kawan kami di Papua, di Surabaya. Kami menuntut itu. Karena kami bukan monyet, kami adalah manusia.
规个事件发生伫17印尼国庆日迄天，网络社会媒体直直传巴布亚学生破坏印尼的国旗，引起民众抗议。警方冲入去宿舍，向学生发射催泪瓦斯，以带着种族歧视，包括狗仔、猪仔、甲高山仔的字眼骂，就带走43名学生，甲因拘留。西巴布亚民众非常的不满，各地陆续出现示威。印尼当局21加派1200名军警进驻西巴布亚。西巴布亚伫咧种族、文化和信仰等等，都和印尼真无共，那是荷兰的殖民地。1961年宣布独立建国1礼拜就互印尼入侵。1969年要举办独立公投，最后嘛是归入印尼。巴布亚人伫咧殖民政策之下，直直拢受到歧视。找找独立的声音，从来都毋捌听过。记者综合报道。第11号风台北路目前中心伫台东东南方海面上，继续行往东西北方。其中风台的暴风圈是继续近往台湾东南面的海面，对花莲、台东、恒春半岛甲屏东地区，以及高雄地区有真大影响。而且风台的暴风圈以及风台本身是一直伫咧变强，嘛且民众爱注意。气象局持续发布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11号台风轻度台风白鹭的海上以及陆上台风警报。随着它靠近，海上警报区域有增加东沙岛海面，陆上警报区域也增加了花莲和高雄地区。在下午5点的时候，台风已经来到台东东南方的530公里的海面上，仍然是以西北的方向往我们东南方的近海接近。我们预估它的暴风圈在明天清晨就会影响到我们东南部的近海，在明天上午的时候也会开始接触到我们陆地哦。明天就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针对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降雨，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我们预估整个东半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是主要的降雨区域，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其中在东半部地区，还有高雄的地区、屏东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山区可能会出现大豪雨。也因为落几啊雨。落几啊日，在芬林菜西产地，菜西钓一个水上的情形有影是真严重，产量是减真济。搁再加上北陆风台特别来，心理因素影响，地区一个菜价是直直的起，亲像西螺高菜市场交易行情，目前是每公斤平均菜价起到40块半，比起顶礼拜7月半时阵是加快3成。这在旧年的农民无因采收白菜。准备送到果菜市场来买，但受到顶一波雨势影响，造成真济蔬菜水上烂去的情形严重。以白菜来讲，顶礼拜西螺产地每公斤大约20块，但现在因为菜量少，目前白菜每公斤起到60块以上，起价幅度超过3倍。白菜足贵的啦，拢烂了拢无菜啦。安怎讲？都拢烂去啊，落雨落济拢害晓去啊。是啊，迄个。所以啊，你要来嘛无法度，这种无法度的，一定系倒的。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受到菜篮供应量明显减少。22号西螺果菜市场总交易量650吨，比一礼拜前单一日减少150吨。其中以蔬菜类和花果类的起价幅度上明显，每公斤的小白菜由20块起到60块，硬菜由46块起到70块，葱仔为70块起到110块。规体平均菜价每公斤为30块起到40块，起价幅度超过3成以上。整个行情的话，你现在目前的交易行情跟中元节之前的比较的话，我们到目前的话，应该是上涨了有3成左右。西果菜市场表示，受风台以及生理和要开学蔬菜买去增加等因素，予产地继续持续起价，如果原菜价维持10天，等附近的蔬菜上市菜价就会当回稳。至农委会就强调，目前并未启动3600吨的滚动仓储，但会积极协调，予蔬菜供应稳定。至于开学后蔬菜嘛是会当充足供应。记者王雄台北云林综合报道。军公教年改实行的结果已经出来啊！北巴总署甲一寡退休军公教的团体批评讲，这是司法上上界黑暗一天。大法官正做蔡政府暗砍建设的地步。
另外，副总统陈建仁也表示讲，这项的结果是肯定年改合宪的必要性。行政院甲考试院也尊重这届释宪的结果，也针对着违法的部分会赶紧来修改。军公告年届释宪结果已公布，800总司甲军公告团体伫司法院头前表示不满，批评这是司法史上上黑暗的一天。还可以溯及既往，还可以违反信赖保护，这个国家永远动荡不安。我们中华民国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对不对？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割裂性、避重就轻的大法官会议解释。大法官的解释可以说是蔡政府在年金改革这个议题里面的遮羞布。对年届释宪结果大部分合宪就禁止退休军公告转任，事后告一条文认定违宪。副总统陈建仁表示，大法官解释肯定年届合宪甲必要性。行政也开记者会表态，以谦卑心情面对大法官释宪案，针对违宪部分会赶紧进行配套措施甲修法。我们也要对这些退休的军公教人员致上最深的歉意，也最高的敬意。那么废止这个相关条文之后，在行政程序上面，那么怎么样子再去跟这个包含了教师的相关团体或者私立学大再去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对话跟这个沟通。同时，对大法官认定有关公职员退休后所领过退休金，或者是为做所领过抚恤金，或者是为做年金，按依国家财政甲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调整。考试院表示尊重释宪结果。考试院会在合议制的这个宴会上讨论后呢，委请退伍法的权责机关铨叙部予以严处，并且提修正草案到院来审议。大法官释宪案结果牵动指控总统选前军公告反大声音，是不是化为反制蔡英文的选票，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中信资产基金会董事长高仲亮向指控讲，伊甲中信金控的资产3亿外美金偷乌走。另外，伫中信人寿甲台湾人寿买落来一个保险案内底利益牵涉。互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营10亿，以及着朱国营暗中伫咧内线交易查股。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要3年，今日也宣判着高仲亮无罪，朱国营判刑12年4个月，专案也会当受诉。经过3年审理，中国信托资产基金会董事长高仲亮等人被控侵占中信金资产3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95亿，并伫中信人寿并购台湾人寿保险案中，立案诉讼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营等案。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判决高仲亮无罪。中信金控它相关的海外的公司的账户呢，在辜连松先生101年12月间过世的前后，都是由陈俊哲所掌控，那并不是由辜仲亮他们所掌控。那其他的证据也不足以去认定被告辜仲亮、吴丰富等人涉案。本案分3大部分，一是高仲亮乌空中信集团3亿美金转会使用，一是中信人寿并购代收保时，涉嫌高买国宝所提供房产等担保品，多利国宝近10亿。3是国宝伫中信人寿并购代收保的重大消息无出来进行大量买进代收保股票，加炒作农邦国际股票套利违反证交法保险法。朱国营无承认犯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是认定朱国荣在104年1月到5月间，在得知中信金控有高度的意愿，要以股份转换的方式来并购台寿保的这个重大消息的时候，大量的去买卖台寿保的股票，还有认购权证。就这部分的犯行呢，因为他的犯罪所得达1亿元以上，是属于加重的内线交易罪。而其他被告国宝集团林桂新判刑3年8个月，国家总管国防副中信老臣张友清等6人拢无罪。经中信金控副总陈俊铁无到案发布通知，检方不排除各提出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参军集团的相关企业金控加比参青旅游小连续通报被裁员。参军也表示讲，参军金控加比加参青旅游当作是独立运作的。目前参军运作是真正常，未来参青旅游会加实体店面来缩小。
另外，金控加比也确定讲，要将规台湾200外员工拢总资遣四头路。伫台南中华东路顶面的金控咖啡门市，大类保证收无营业；伫北门路的门市嘛无营业。永华门市是已经换头家，但是金控咖啡裁员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台南市政府再去派员去金控咖啡总部了解。全国的一个人数有224人，台南地区这边50几位劳工，对，应该是经营上可能业务上经营的不堪亏损。但是事实上，公司这边也强调说，他们有关依法定程序劳工应该的预告工资之前他全部都会依法定程序的来处理。根据金控公司通报，全台湾按算资遣224人，正式失调的日期会伫10月20。另外，同款属于灿坤集团的灿星旅游，台北市和新北市劳动局嘛接到通报，资遣20人。实地来到台北市南京暨南门市下晡照常营运。灿星旅游发布声明，强调风声的大量裁员甲事实无下，但是确实会陆续针对人员组织做行动，实体门市嘛有调整。灿星旅游未来的规划，数位转型甲平台串接，打造适合市场的旅游平台，以网络旅游平台起家，后来佫想要以灿坤店中店拓店的灿星旅游面临转型。观光学者认为，这是旅游形态改变。网络的趋势的流行，所以变成门市的重要性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啊，业绩衰退大概有达到20%了，裁员也有5%，自然是不算多。那消费者在透过这一种网站，他就可以直接购买他所需要的机票或者是酒店跟当地的旅游产品。那透过旅行社代订的这种需求，就逐渐在下降当中。灿星旅游拜五开盘，股价卡底落停3.33块，是上季以来历史新低。灿坤集团表示，灿坤山 C 和灿星旅游以及金控加比是集团3个独立的事业体。目前灿坤山 C 营运拢正常，无互其他事业体调整营运策略所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一间开51年的花王大饭店，昨雄雄公告讲，11月时阵特别来收起来呀，也讲到受到环境竞争的影响，景气是好是歹也唔知。高雄市政府也讲，高雄观光人数比去年同一时间是增加21%，不过花王的大房率却不够四成。上周一车人客伫高雄盐埕区爱河边经营51档的花王大饭店，当年受到日本人客介意。不过饭店22号向公告，11月开始停业，大厅柜台再起嘛大出声明。它一直徘徊在住房率大概3成多一些。那1到6月，他们自己也增加了大概增加了5点多个百分比。花王是高雄第一间5星级饭店。2009年虽然曾经投入经费整修，但是市府指出，花王这2档的大房率拢无到4成。花王对外口声明指出，是顾虑大环境甲新饭店加入竞争，成本不断提高，真悬的土地租金甲看袂出景气会较好等4大因素。业界嘛表示，高雄饭店确实供应超过需求，而且愈来愈严重。供给量不断的增加。那需求量并没有很明显的成长，所以在供需失调的情况之下，经营会越来越困难。虽然市府统计，目前高雄观光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21%，不过续来还阁有新饭店开业，业界对未来会烦恼。在大巴饭店以后，花王嘛已经是今年第2间停业的观光餐饮老招牌。记者王家川、郭建准高雄报道。伫高雄的画武营文艺中心，去年10月才拄开幕尔。最近，和美国的太十字选做是世界上100个值得去参观的景点，是咱台湾头100个入选。太十字也小解着画武营有真侪世界级的演出，互世界看见咱台湾。观光客家厝顶连个地面，以树尾作为设计概念的高雄画武营艺文中心，是全世界上大单一厝顶建筑，特殊造型结合公园绿地，为去年10月13正式启用，逐工吸引民众游览。最近佫被10大杂志通知选为世界100个上好的参观景点。维也纳音乐会，就是因为我每年都会听那个，然后就换来这边之后，就是环境更好。像在室外的话，那个场域跟在这种室内环境就有冷气给你吹，对，然后环境又不错，就会让你有更高的意愿来这边欣赏他们表演。
民众认为维母爷除了休闲空间设施，佮提供观赏基本表演的感受。时代杂志也特别介绍维母爷有真侪世界级节目演出。维母爷表示，除了邀请柏林爱家、伦敦爱家这国际有名团体到高雄，更加重视在地基本团体培养。当中也有一个是歌剧《杜兰朵》，是我们在2015年就已经做的一个国际共制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里面，它引进它使用了台湾的创作团队，就是包括舞台设计、服装设计，还有影像设计、导演。今年7月以前，维母爷演出节目拢是自制或者是邀请演出，票房平均有7.5。下半年大量增加基本团体外组场地表演，有130个档次，其中有8成是国内团体。维母爷希望登上时代杂志后，吸引更较侪外国游客来观赏和台湾基本表演，唔免出国都用被国际看到。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身心障碍家庭会当收小款一个，在嘉义市利用公益彩券出的钱，设置一个身心障碍的家庭照顾站。不过自1月设立到今，拢无个案来。社会处也表示讲，未来会加强向特殊教育学校以及相关团体来宣传。便所要一个所在有做无障碍空间，会惊内底嘛有行出道的换手，还有紧急的呼救铃。同款是身心障碍家庭照顾者的王小姐，开始甲厝起做家庭托顾站，不过自做好到今已经8个月，还是无收到任何的个案。因为本身自己有一个身障小孩，然后现在已经都可以自理了，然后我想说我自己有这种感同身受，因为现在都是双薪家庭，有的就是小孩子不知道寄到哪里去哈，然后我想说可以帮忙人家。嘉义市目前超有15000个身心障碍者，家庭托顾的服务市政府是交予 KT 协会来办理。协会指出，嘉义市身心障碍居家照顾、社区照顾，还有机构照顾三个政策时间较久，而且资源真丰富。不过考虑到环境适应，还有相关资源的状况之下，家长颠倒是对家庭托顾的环境，会较需要来思考一下。那家托因为它所局限是比较单纯。但是他所学习的环境跟互动的环境，他相对就比较少。残障的部分，他们出门也是不方便，必须要人家载。对，如果以那个照服务员他们直接过来家庭的话，他们里面会比较方便。社会处表示，家庭托顾的本质算是较细小，对身心障碍照顾嘛较单纯。未来加强甲特殊教育学校、身心障碍团体，还有社区来宣导，配合真正有需求的个案，互家庭托顾的服务会当互家庭照顾者减轻一寡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心好行，有通春有通用。不过，伫咧花莲家扶中心，所有千外位家庭困苦囡仔，因的助学金也阁考200多万。未少学生为着要装这学费，拢爱一直去做临时工，甚至影响着课业，规个煞袂来读。家扶中心也呼吁社会大众，大家来做爱心，帮忙这学生囡仔。为了帮助单亲甲弱势家庭囡仔因继续读册，花莲家扶中心每学期拢会提供1间2万助学金，互需要到3间囡仔交学费。不过受到拨款下降，未少高中职大学囡仔只好去工作，有的还阁兼2-3份头路。我同时最高纪录打3份工，没有课的课堂时间是去行政，然后晚上去餐厅，然后假日去做类似苦工之类的。一下课就工作，然后有小考的话，晚上就要利用时间，就可能要比别人花多一点时间去看书啊。不过工作会影响功课，为学生甚至就休学。目前花莲家扶副队个案有1195位高中大学囡仔需要700多万的助学金，特别开学啊，却也是无募到钱，互大家真烦恼。目前我们初步的缺口大概还有200万左右的缺口。那因为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今年的8月31，我们要办一个奖助学金的一个颁发典礼，然后让孩子在开学前就可以得到拿到奖助学金的一些补助，然后缴交注册费、学费。家扶中心今年考到国立大学只有17位，未少学生因为经济因素去读军警，或者是放弃读册去食头路。这对弱势家庭来讲真无奈，家扶呼吁大家斗3工，互囡仔用继续读册。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一夫二鹿三舫架，鹿港伫清朝时阵是台湾对长山贸易上大港口。
鹿港镇公所也特别邀请在地学生囡仔做伙来做七尺船，而且伫鹿港高中的游泳池来过船，用行动来体验文化，也传承在地历史。坐伫透明船身五彩亮具的船顶，学生啊豆豆啊过船，体验鹿港较早靠船啊往来做生理的生活。这船啊是差不多100个鹿港在地国小到高中学生做伙合作所造起来的。组团可以知道以前人的祖传辛苦，所以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有趣，然后可以让我知道龙舟以及那些船是怎么制造的。学生伫鹿港高中的游泳池过船，坐伫家己做的船顶，互人感觉特别有成就感。这次这船啊，互即卖学生对鹿港较早的故事有搁较深的体会。透过县民的努力，到今啊这个风华2路咱早期的县民就是靠这浮牌靠这船把咱这货物伊传送到起来陆地，再发送到各地。镇公所工程来举办，尤其会当互这个咱在小朋友能够认知咱鹿港的在地鹿港的文化。鹿港较早叫做鹿仔港，伫清治的时期是台湾对长山贸易上大的港口。虽然鹿港即摆已经毋是重要的贸易港口。人讲一夫二鹿三万架风华游船，县民是安怎打拼过来的？即边为造船到过船的陆上行舟，透过实际体验来传承在地的历史。记者综合报道。港府若下了深，乌土也会变黄金。在分林的古溪有社区，伫2年前，把废弃的厝改造是社区的关怀据点，也请社区规划师来设计，用着欧洲建筑风格。模仿着矮人大厝，唔但有得奖，也当作在地新的观光景点。厝世界景啊，看起来高级高级，这间旧厝啊，最近伫森林古坑真受欢迎。特殊的建筑设计，唔但互伊摕到全国性建筑黄雅奖，更是古坑社区的关怀据点。当时这个间房子它是很破旧，而且它是矮平房。那矮平房我们要去把它改造成是很可爱、很亲近人。我们这边整个的风格都是偏向欧洲乡村风。因为古坑社区无活动中心，要进行社区营造比较困难。社区规划师就将这个所在做起来，用来做社区发展的工作。自从有了这个古坑客厅以后，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现有的场地能够做多方面好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除了有每天的照顾关怀据点活动，一些失智预防的课程以外，我们今年从6月份开始，我们就增加了长青食堂。虽然古坑社区的关怀据点即阵只成立2年的时间，不过大家来这食饭的时段已经有50个固定班底啊。社区据点的成立，唔但让当地民众受惠，搁正做观光客上济要来翕相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排湾传统口片片野，大部分拢是单纯的演奏。不过这回配合着动画甲现代舞，而且结合不列代人才，对部落青年到国宝级的技术柯群中，拢做伙来合作，被传承着这项真有代表性的无形文化资产。片仔声真水，甲动画和现代舞甲做伙，当作是台湾族的艺术世界。这场乐舞剧和英国口片的纯演奏的方式无同，互观众真深切的新感受。导演表示，用这方式要甲部落的故事、族人的生活经验搬上舞台。鼻笛、口笛这样的一个优美的传统艺术呢，我要呈现的是部落的生命经验故事如何跟口鼻笛能够很生活化的去呈现。台湾族传统口片笛的文化特别消失去啊！这摆演出讲口片笛的传说甲复兴的过程，几那代人才为部落青年到国家级的口片笛传艺赛柯群中，拢做伙合作，用实际的表演，和这项将有代表性的无形文化资产传落去。透过这一次参与演出，让我们知道。因为它背后有爱情的故事，也有兄弟俩的故事。这次的独舞当中，听到鼻笛跟口笛的音乐，也是我身为排湾族，然后也是很少听到的音乐。这摆的演出，甲新旧2个时代合作伙，会当吸引少年人、老大人。
来引发台湾族口片伫个艺术，和这项古早的传统乐声，伫现代会当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风台特别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看卖。北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29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也带恁来到罗西亚来看烟火，是时间无情，唔是理怪无缘，咱是家好，大家再会。